来这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随伫咧台湾的四周边展开军事的行动。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伫因例行的记者会，有记者问讲，台湾认为中国安尼做危害安全，碍着航行的自由。华春莹是强硬来回应，讲并无看到水域相关的航行自由有任何的问题。另外，华春莹阁讲，中国领军也讲，透过各种的管道表达反对佩洛西访问台湾，但是美国甲台湾哪像拢听无，所以中国只好用美国甲台湾拢听有的语言来对话。美国白宫的发言人讲，中国用军事甲经济来压迫台湾，这真无道理。美国当密切的监视。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旋风式访问台湾，中国虽宣布伫台湾的边仔展开一连串针对性的军事活动，严重影响到咱的海空的交通。昨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针对咱国抗议中国安尼做危害安全、有碍航行自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讲，安尼做是正当的。中国军方有关的行动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一种震慑，是正当的。你说到有关水域的航行自由问题，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有关的水域的航行自由有任何的问题。华春莹阁表示讲，中国最近透过各种管道伫国战金，甲美国表示讲反对佩洛西访问台湾的立场。但是显然，美方和那些台独分裂的势力呢没有听进去。既然如此，中国军方中方就只能以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进行对话。华春莹阁一再强调讲，佩洛西访问台湾是错误甲疯狂的行为。另外，被问到敢会对佩洛西，也是针对美国的官员发动直接的制裁，佩洛西讲应该有的拢有，也毋过无讲清楚。佩洛西访问台湾和美国、中国两强之间的局势加正紧张，已经伫初三到柬埔寨要参加东协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确定未甲中国外长王毅会面。另外，七大工业国的外长嘛发布联合声明，表示中国无任何理由利用佩洛西的访问作为伫台湾海峡进行侵略性军事活动的借口。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